咩物大一叫咩帮我客长，侬客长方面话，行业面当中侬客长方面话，面话是客长，瑶语是汉字，圆椒，椒道，蚵店公面，蚵店公面，蚵店公面，有啊，也买这偏美罗，也买这偏美波，那个偏美波，美罗，买这茶叶钢筋，就行了。圆椒道，蚵店，公面，有啊，也买这偏美波，偏美罗，圆椒道，就杠，蚵店公面，有啊。也买这偏美波，欺骗，偏美罗，有就是兄弟弟弟，圆椒道，蚵店公面，有啊，也买这偏美罗，我不是要骗你。我们是人类的一份子，别人多有酒，我们多有唱，背呀哈，我们一个族，人民大团结，和谐共建创美好的家园，北至老港，北落北